很荣幸我是选上了，就是特别来宾之余，也是要选月冠军嘛，对，所以就觉得也很荣幸、开心看到所有的参赛者，对我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优秀的，对我们的参赛者。当然就是我是看歌声的部分，我觉得平常因为自己在舞台的时候也是比较注重在比较投入在歌声方面，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一样听一下大家的歌声，因为大家观众跟我都会感受得到，就是这位参赛者有没有这个自信，跟有没有这个投入在这首歌里面唱歌，对，所以我比较注重看这个部分。对，出道的时候当然是非常开心，然后紧张，然后面对很多现实我觉得当然就是也有歌唱方面或者是上节目、上通告、访问等等。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中文也还没有到那么的像现在比较好一点，对。但是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太懂，或者是也不懂得怎么讲话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就算比赛经验多，也是还是一样面对舞台的时候是还是一样紧张。但我觉得只要能够上舞台，就是一个展现你自己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就尽量能够把握。紧张是难免的事情，对，所以好好的享受，然后唱出你想表现的或者是想讲出来的东西就好。我觉得大家有看到我手在抖吗？就是我觉得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紧张就是难免的事情，只是我觉得一样把舞台当作你就是在一个你的家里的小房间，或者是练习室、练唱房间，就当作那样子。因为我觉得就算是比赛，或者是真的以后出去唱歌的时候，也是要很有把握跟自信，才能带给观众比较好的舞台之余好的歌声。对，加油！我觉得我知道比赛这个词非常的有方面是好，有方面是很残忍，对。但是就是不管是今天赢家，或者是就是还是有失败的参赛者，不要有失落感，因为继续努力，继续坚持，就有一天可以拥有你这个巨星巨星是不是自己讲的？对，应该是说观众认定你，观众认为你就是有一个巨星的价值，或者是巨星可以当巨星的歌声、舞台魅力等等，就我觉得很多条件要让大家认为，对。然后私底下一样就是很低调、很有礼貌。